要讲那个维摩诘经。那因为我们讲《金刚经》22片的时候，发现说呢，那个意境太高，我们不容易体会。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熏习呀，这个真理再久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讲维摩诘经。因为佛学讲这么多的经典啊，就觉得维摩诘的那个最不好讲，因为它有几个字啊，我们就很难接受了。比如说不以三界现身义。非浅显呢，我们想想看，我们都视线，我们都出生在凡尘，那我们在凡尘啊，就是三界，那不在三界现身义，就是表示啊，我们不要在这个凡尘有身体，然后有意念，高不高？真的就是很高了。啊，你要修就要修到不以三界现身义。表示说我们在凡尘啊，要认清真理，把所有的一些假象，就是很快变化的，全部都能了解。那全了解以后，我们才可能说不以三界现身义啊，那才可能做到。那所以会觉得这个要等到我们更熟悉了真理了以后再来说。那因为或许就有讲说已经开始写《金刚经》，因为或许看各位拿了一本很大本又薄薄的，能够了很不好拿。那这一次又重写，就跟这个一样大，就好拿了啦。它没有这么厚。因为以它的内容，或许写到52页，写到52页就已经半了。那可能全部的话大概在150页左右了，不会很快。所以我们看起来啊，就会很好很好了解，很好拿。那或许不把内容又把它改版，就像或许在讲课的口气一样那有钱看或许写的原稿在写以后或许想说先对一对啦，时常都会这个心跟手不一呀，心想写的字跟手写出来不一样，那没有感觉所以想说呢，请前贤校对。那前贤一看了以后，你怎么写的这么白啊？难怪老师说你是天机。真的各位假如说拿到看的话真的一定会很容易就了解。那我知道了，那领悟都非常慢。所以或许把那个很长时间领悟的东西把它写下来，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去摸索的时间。你一看就知道真理，就呢可以说知道怎么做，然后知道怎么做，距离我们呢回归到佛性本体就近，就很快，不会很困难。所以同学可能在2个礼拜会把它写完，因为1个礼拜就写到52页2个礼拜3个礼拜大概都写完了。然后我们呢这写完以后印一样会寄过来也希望大家拿，也希望大家呢分送给亲朋好友。纵然他都没有求到没关系看了以后就会知道说怎么样来修道真的很殊胜。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开始新的课程涅盘经那因为我们这边前贤也有顾忌到了，你讲涅盘会不会涅盘会不会涅盘因为或许在北部
讲涅盘，讲一讲就涅盘了，就在那边的课程就结束了，就不再讲了。我们这边因为又有许诺说呢还要讲维摩诘，所以啊，这个不是说讲涅盘就没有了不像那个释迦牟尼佛说讲涅盘经就真的进入涅盘不是那个样子啦，而是我们要就里面所讲的道理。因为涅盘经啊，我们在市面上很少看到也很少人在讲说没有，等于说没有讲说呢涅盘经。然后我们呢先从字面来了解涅呢就是不生，盘啊就是不灭，不生不灭。各位浅显，不生不灭是什么？对啦，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所以这个涅盘啊，就是在阐释啊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完成世间人啊对佛性本体的了解都不够对呢佛性的功能作用啊都很了解本体呀就很少探讨所以就很缺欠啦所以我们就来了解说这个涅盘经佛到底怎么说啊所以里面呢就写说涅盘经呢是释迦牟尼佛进入涅盘之前一日一夜所说了，所以那个一日一夜所说啊就已经一本藏经非常大本了，或许这个抄下来只不过1/10而已啦，全部抄因为里面很多呢对我们修道来讲啊有一些不关紧要，不关紧要就不抄了，就抄比较让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一些内容。那么内容呢大致是将4线完成，讲经说法49年做一个总结，就是做一个结论。那么所说的一切变化渐修的方法顿滑就是马上从凡夫的地一直直升到佛地，那个叫顿滑。那不定滑就是不固定不固定那个我们完成呢所有的一切法都是这个不定法，以及秘密法那个呢不公开讲的一些秘密法。然后前教前呢就是法典那个前教然后呢实法就是实相法门通教也就是大家都要了解的。还有别教，就是个别的教化圆教圆满的教化密教秘密教像那个密宗的就始于密教部，即制定确立因由为什么要制定戒律做一个交代。那么大慈大悲的胸怀表露无遗，乐切其伴呢我们众生都能够修正成佛，都能够脱离苦海不要在六道这个轮回里面。那么在此之前所说的经典大部分都是随机诱导循循善诱，那么并非究竟了义之教就是不是要我们回归到本位的那一种教导方法。而涅盘经已是最后的施教不能再常有密所以内容皆是了义就是究竟了义看的时候心里要有准备接收真理的态度这个是后学先把它做一个纲要让我们先了解。那翻过来就有讲说里面内容大涅盘经总共有25品36点
那因为本文呢太长，只摘录呢比较重要的部分，从续品、成陀品、哀叹品、长寿品、金刚身品、明子功德品、四相品、四依品、邪正品、四谛品、四导品、如来性品、文字品、鸟语品、乐语品、菩萨品，一切大众的所问品，病品、圣行品、欢行品、婴儿行品、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在六祖坛经里面啊，六祖就曾经讲过，光明遍照高贵德王。那么狮子火品，狮子火菩萨品、迦叶菩萨品，教成无品，这个25品，那么后面呢另加后记，细数呢佛涅盘之前，是最后呢不足，以及佛涅盘的现况。所以假如说我们想要知道答案，就看呢那个最后细数那个最后的不足，所以或者就讲。我们要修最高的程度啊，就是在这里，在十以那一种那最后物主，可以怎么样，到达那个佛的本位，所以呢，就以前就是在最后，所以最后的光呢，各位就了解是我们要修那个最高的那个层，那佛有进入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速空，然后这样呢反复的一直在找完成的那个实相，结果最后佛就跟我们讲，说一切我们完成所有的一切根本就是虚空就是极昧啦，无明无事。然后永断之有，所有的有都断掉，那本来呢都是平等，没有高下，无见无闻无觉无知，不可细无，不可解脱，无众生无寿命，不生不起不尽不灭，非世间非世间，涅盘生死呢皆不可得，闲寂静住无所思维，究竟安住必不可得。从无自法，法性思维，断一切有，一无所有，法相如是。所有我们追求的法相就是这样。其知世事就知道这是叫做出世人，已经呢离开苦海了。那世事不知假如说这个事情不知道，名字叫做生死开始要进入生死。所以汝等大众应断无明灭生死死。各位有看到或者在讲哪一段吗？161页的左边就是这一边所以世尊呢这个说这一些语了以后就进入超禅，然后从初禅进入第三禅，从三禅呢进空，如胜逆进入知禅，布告大众。我因摩诃般若遍观三界，有情无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无系无责，无解脱者，无足无依，不可摄持，不出三界，不入之有，本来清净，无垢呢，无烦恼，以虚空等，跟虚空都平等，尽诸动念，思想心习，如是法相，名涅槃。就是这样就是大涅槃，不生不灭回归呢到佛的本位真见此者名为解脱，凡夫不知名曰无明作思语忽入知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修最高的程度就在这里往后有人问的话
你就拿这个给他看就好，说你要修到最高呢，哦，就是这样。啊，我们还没到那里，我们要回来。哦，这个呢，从前面